關渡酒店。我諗大家對於呢種嘅商務酒店都唔陌生㗎啦。喺日本好多時都係住呢啲，尤其是一個人啊、兩個人嘅時候咧，比較少啲人數咧，住呢啲真係 OK 嘅。咁但係如果當你好多人嘅時候，成家人嚟玩或者係成班朋友嘅時候，想住大啲、舒服啲，或者又唔想打通兩間 connecting room 嘅話，咁可以住邊呢？嗱，今集咧我就介紹兩間位於喺東京非常之大嘅住宿，大到嚇親我啊！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走開啦。事不宜遲，同大家參觀一下啦。今日去嘅兩個地方，全部都係位於喺中野。中野係我喺東京最中意嘅地方之一，因為佢離新宿只係一個站，5分鐘就到啦。熱鬧得嚟又唔會太多人，生活方便，亦都有足夠嘅娛樂。而且每年櫻花季節，成街都係櫻花，好靚啊！先嚟第一間。今中野にいます。徒歩11分歩いたらここに来ます。第一間要開箱嘅大酒店，唔係大民宿，就係 Engawa and Gift， 穿過中野 Broadway 就到噶啦。呢度 check in check out 都係全自助，入住前會收到一組密碼。Gift Hotel 呢個當地品牌係將住宅打造成為酒店，即係可以俾大家去感受一下日本人嘅生活啦。經過充滿和風嘅玄關之後，就嚟到好大嘅客廳啦。こういう家欲しい。すげえ広い。雖然佢係2020年開嘅，但都幾新咯。然之後就係廚房啦，咁甚至乎我左邊咧有個小小嘅庭院位置咧，有啲植物嘅，真係好適合長住喺度感受一下日本人嘅屋企啊！咁佢亦都有咧好經典日本嗰啲嘅爐具咧，通常都會有中間呢個烤爐可以俾你烤魚啊！廚房功能齊全，有晒碗碗碟碟，喺度煮飯完全冇問題。哇，好多個 wide open 嚟喎，有4個，有2個洗手盆、洗衣機同埋都有洗衣液。呢間屋總共有2層樓，總面積係94平方米，大概1100尺，最多可以住8位。1樓就係客廳、廚房、浴室，2樓就係睡房連露台。嚟到2樓，我已經率先見到個洗手盆位，左邊係一間睡房，有2張床嘅喎，上層同埋下層都有個廁所。然之後右邊呢，仲有多一間房，呢間房再大少少啊！亦都係2張床，同埋有個書台，好正啊！好似俾我感受到住喺中野一晚嘅感覺啊！我係好中意中野區嘅，除咗有櫻花同埋有好多 hobbies 嘢之外咧，其實成個區都有懷舊得嚟，又有啲新啦。條商店街係好長啦，所有嘢都好方便，好集中啊！間屋咁大，會唔會好貴啊？竟然平過商務酒店啊！我就用85折優惠碼試一試，輸入 GIVEH， 以5月某2晚為例。嗱，呢度有規定每次預約要最少 book 2晚，8個人總價係112,200，除翻每位每晚只係7000零yen啫，真係唔過分啊！立即我哋去到第2間，亦都係位於喺中野，就係地鐵站嘅中野坂上站啦。一出站之後，周圍竟然都係商業大廈，今晚嘅民宿竟然喺呢度。真係唔能夠相信呢個地方真係好方便啊！因為由中野坂上站行過嚟真係2分鐘到啦，沿途有好多餐廳啦、便利店啦、超市啦、藥房啦，講得出嘅設施咧嘅鋪頭咧都有齊晒啊！咁而呢間房真係好大啊！我哋一齊參觀一下，呢個就係客廳。飯廳咧，佢張台咧就可以坐到4位啦。電視機方面可以睇 YouTube， 可以睇翻我呢個 channel 啊，我睇 Netflix 都得嘅。咁仲有佢個設計上面咧，就係個天花板非常高啦，上面有個吊扇同埋有2部冷氣機。咁側邊左右兩邊咧就有啲鋼筋，係咪叫做呢啲支架？好似Tokyo Tower 嗰啲支架咧撐住咗嘅。未至於一塵不染，但係都真係好乾淨嘅。咁另外就有 WiFi 啦，空氣清新機啦。風扇2部添喎有，跟住呢邊廚房咧都有好靚嘅裝修得唔錯嘅，係啊，好乾淨，好乾淨，好乾淨。咁亦都有 IH 爐啦，垃圾桶要分類嘅，上面亦都有抽油煙機嘅。今次呢一間 Totonoue 比頭先嗰間 Engawa 更加大，總共4層樓，總面積係140平方米，大概1500尺，最多可以6個人住。今晚仲要得我一個人，真係有啲驚。我間唔中會有啲幻聽嘅，因為我聽出邊啲人講嘢咧，行過一條路嘅時候咧，因為其實真係塊玻璃隔住嘅咋，出邊就係行人路嚟㗎啦，所以佢哋講嘢我會聽得好清楚嘅。咁呢個係咩嚟㗎？呢邊係呢個係 lift 嚟㗎，呢邊係 lift 嚟㗎，係家用 lift 啊！
點解呢？因為仲有好多層㗎，成棟大廈。呢一層係浴室兼桑拿房，入邊真係個桑拿嚟嘅喎，不過就未開嘅，要自己開嘅。所有說明書都有寫英文同埋日文嘅。咁毛巾已經齊全㗎啦。我啱先發現呢個啲聲嘅咧，原來有部製冰機嚟喎，呢個係廚房用嗰啲嚟嘅喎。浴室有 shower 同埋有浴缸嘅，兩個都有晒啦。呢一間比上一間更加新，係2023年開，整體上都好乾淨。呢邊通往應該係個 lift。哦，但係仲有個洗衣機。好啦，我哋再上去啦。哦，上咗3樓啦，呢個係睡房啊，都好大間，有2張都相當大嘅闊落嘅床。3樓嘅睡房咧，上到嚟之後已經係冇頭先1樓咁嘈噶啦，好安靜添嘅。咁上面呢個位咧係，如果你撳落去咧，佢就會打開嘅，佢就可以俾你通氣換氣。衣架、雪櫃仔、書台。咁喺張床嘅隔離右手邊咧有個洗手盆同埋鏡位，我覺得好好喎，可以一起身咧自己執好個樣之後先落去1樓見大家。喺廁所，4樓係，亦都係另一間嘅睡房啊，間隔同頭先差唔多。各位，頭先我去咗咧隔離 Live 嗰間超市咧，買咗一堆今晚晚餐同埋早餐啊，因為我會今晚住喺度啊，為咗俾大家睇下呢個環境同埋拍片俾大家睇啦，咁我就會真係親身試住一晚嘅，咁俾大家睇最真實嘅感受啊。玩完一日之後，你仲可以翻到嚟酒店附近，仲有超市同埋有藥房，又有便利店，又有 Daiso， 乜都有，真係太方便啦！對面仲可以捉埋車添。咁但係咁樣，我而家就準備食晚飯先，一人串燒。因為之前好多收到啲讀者嘅問我啦。觀眾問我啦，喂，其實東京咧有冇啲大間少少可以俾大家庭嚟玩啊？又或者係可以唔使 book 2間房又分到好遠，或者 connecting room？ 我覺得真係長住喺度咧，如果佢哋玩成個星期咧，又唔想搬嚟搬去咧，搬酒店啦，又想成家人開開心心住咧，可以洗衫啦，真係幾正啊！呢間我覺得，唔乜。各位早晨啊，好舒服，我張床嚇幾腍，張被都係好腍。經過呢位試瞓專員實地考察，都瞓得 OK 㗎。如果要我講一樣嘢嘅話呢，就係個冷氣機有啲塵，搞到有啲鼻敏感。價錢上用翻優惠碼，我撳6月某2晚，6位總價係144500，除翻每晚每位，即係要12000yen。如果人數多嚟住，真係唔算貴。想知道詳情，想預約嘅話，記得要去文字欄睇下優惠碼啦，同埋有晒預訂連結。多謝收睇今集，我哋下集見啦。